花莲县警察局开上100万起一个东部头一间的空气清实验室，利用这红外线光闸门，会当去推算这空气清敢有超过法令的管制。因过拢是爱送到北部刑事局做检验，即摆有这间实验室了后，会当缩短办案的时间。中国的二大花莲市重庆路一间名体门口，1楼的玻璃互人开枪，伫厝内厝主也被射到倒边的刑坎，好佳在无性命危险。警方伫现场涂骹发现真侪证据，歹徒可能是拿空气枪。于9月29日缉捕涉案人到案说明，并附带搜索于车内起获空气枪、长枪及短枪各1支，因该嫌同为毒品通缉犯，故全案依毒品通缉、伤害、毁损及恐吓罪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这边案件的证据也第一遍唔免再送北部的刑事局验证，因为花莲县警察局开100万成立东部第一间空气清实验室，利用上新的光闸技术计算清激发了更多的动能，是不是超过20兆的法定规定？过往送到刑事局大概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才有办法来拿到这个鉴定书。那将来呢，如果直接我们花莲辖内的案件送到我们实验室，我们原则上希望在1天之内就可以出具鉴定书给我们的警方。县警局强调，空气清实验室拄则起好，需要等刑事局认证，能力的部分需要等年底备份了才当进驻。估计伫明年初就当正式进行打击犯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